大家再一次收聽 Optimistic Channel。上一集呢，我就訪問咗一個輪椅上面嘅導遊啦。我今集呢，就請嚟兩位嘅社工。大家又覺得社工係啲咩嚟嘅呢？不如我哋就請呢兩位社工講下社工對佢哋嚟講係咩嚟先啦。有請兩位介紹下自己先啦。好，咁我先啦。咁我係全名袁偉恒啦。咁其實我係已經喺社工呢個行業裏面咧，都工作咗都超過12年㗎啦。咁就而家咧就喺一間大專院校裏面咧，就做喺學校嘅社工嘅。咁另外一位，大家好啦。咁我叫英倫。咁咧其實我就係社工學生嚟嘅啫。咁就仲未成為社工嘅準社工啦。咁我今年 Year 1啦。咁其實不過都大概即係大少少接觸咗都1-2年。咁叫做啱啱起步，對社工開始有啲認識同接觸咯。咁社工即係你啱啱接觸咗1-2年啦，或者你頭先講已經做咗12年啦。咁係咪即係好似我哋一般人所睇嘅社工係會幫人嘅，或者係社工喺人哋喊嘅時候就會走埋去輔導下你、安慰下你啦。見完社工就唔喊㗎啦，係咪呢啲呢？定係有其他嘅？好啊，咁我講先啦。因為喺初我自己回想翻想讀社工同做社工嘅時候咧，其實好模糊嘅。咁不過我哋嗰個年代咧，啱啱喺70年代咧嘅時候咧，有一出好著名嘅電視劇啦。咁咧就係裏面咧就係講一個社工，佢去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幫佢所見到我所接觸嘅人啦。咁雖然其實內容上有啲同現實上係有啲距離嘅，因為咧佢可以超越咗可能係機構或者係好多唔同嘅立場幫人。咁而當其時亦都吸引咗好多人，亦都好覺得咧，即係社工呢個行業咧，真係好幫到唔同嘅有需要嘅人啦，尤其是咁同埋正喺嗰個時代咧，好多即係社區服務或者係都係喺由社工去帶動。咁有關歷史度唔詳細講啦，因為都好長篇幅。咁但係總之嚟講咧，嗰時係社會咧，其實對社工個感覺或者形象上好正面，覺得佢係一個好似真係好幫到人嘅一個職業。咁某程度上咧，自己都係因為咁樣而即係吸引咗入行。但係咧就慢慢其實好多嘢有變化啦。對於呢一行裡面其實都有唔同體會，自己亦都做過唔同類型嘅服務。咁除咗而家叫青少年工作啦，咁再開初嘅時候做一啲復康人士咧，精神病康復者啦，跟住中間有分別喺邊度？你意思係唔同服務對象嘅分別？就你頭先講精神病康復者，因為社會上應該都對精神病呢3個字係有一啲譬如有一啲誤解或者甚至乎驚恐咁樣。係會㗎，因為你就算你而家問我咧，有一個即係或者而家我遇到精神病康復者，而係我唔認識佢嘅時候咧，其實一個正常反應你都會對佢有啲戒備嘅，因為你唔清楚佢個背景。咁但係咧，你其實我覺得呢行好得意之處又係即係同頭先你講個例子一樣嘅啫。你開頭嘅時候都係有啲戰戰兢兢，唔知係咪真係可以幫到佢，又或者其實你都要有一段觀察期。但係你熟習咗，你對耐咗嘅時候，你會發覺原來每一個人裡面嘅故事或者佢背後一啲嘅諗法，而你同佢互相接觸嗰種個過程裡面咧，產生咗一種共鳴。其實係，我覺得係呢行俾我嚟講一個好有趣嘅經驗。即係你同佢溝通上面，可能你都會有得着，定係點樣樣？冇錯㗎，其實我哋因為可能英倫可以講下，我都想了解新入行嘅，即係將來新入行嘅社工會點諗。喺我自己嚟講，就係喺接觸嘅過程裡面咧，我哋成日都係話助人自助啊嘛，成日我哋用呢一個。4字真言係即係叫勉勵我哋自己喺行裏面做得耐又好，又或者係將入職嘅人都係鼓勵佢喺呢行裏面用呢一種心態去工作咯。咁一位社工學生聽完頭先一位正式社工嘅分享之後，咁會唔會對你將來做社工嘅方向，或者係你入去讀社工嘅初衷有啲影響？
定係？其實可能再講下，即係我入之前嘅同而家個轉變係點。其實我比較入之前咧就比較簡單。其實我對社工基本好少認識嘅啫。咁至於點樣讀咧，就純粹覺得呢一科適合我。咁類似有少少緣分又好，或者注定又好。我覺得其他科唔啱我，我想試社工，即係好想試嗰種，唔知點解嗰種衝擊好大嘅。咁做到最後而家喺度啦。咁其實最後發覺好適合嘅。咁再講翻，譬如阿恒啱啱講話做社工嗰個助人自助嗰樣嘢，即係對自己有咩影響？其實我都覺得我覺得講得幾好，就係啱啱嗰個心態。因為其實依家咧，我會即係雖然未正式入行啦，但係會發覺同我自己想諗嗰個想做嗰樣嘢，即係其實有啲好多挑戰，即係可能講緊你服務上你係咪真係滿足到你想做嘅嘢啦？你入邊一啲機構上嘅挑戰啦，社會上嘅挑戰啦，咁其實如果喺呢啲挑戰下咧，如果你適應唔到咧，我諗其實會好吃力㗎。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咁我會喺度諗話點算啊咁，但係我遲啲都要去面對喎。咁我諗我嘗試就係要真係要將我哋社工嗰個我哋成日強調價值觀或者一啲想法。咁我係想真係將呢啲嘢實踐喺我自己生活入邊。生活入邊嘅層面係講緊會慢慢可能已經係講你點樣對你身邊嘅朋友啦，你點樣對屋企人啦，可能平時你唔係咁樣。你點樣去處事？我覺得如果可以將我哋即係社工入邊嗰一套value 咧放入我哋生活中咧，我相信嗰啲挑戰咧，我就變相會慢慢易接受咗，話用迎面應付。因為其實都聽得多係慢慢社工越做就越辛苦，甚至想 quit。咁所以我唔想去到呢一步，所以我其實有同自己講啊，我想慢慢去將自己心態慢慢調節，慢慢去轉變，咁可能會令我更加會日後會做得好啲，或者會舒服啲咁樣。你頭先所講嘅價值觀同想法，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即係啲乜嘢具體？譬如話我覺得社工有一樣嘢好好，就係有幾樣嘢啦，包容啦、尊重啦同埋欣賞。咁其實我之前都有同啲朋友講話，如果即係可能白痴啲咁諗，如果成個世界入邊大部分人都係社工咧，我相信如果即係相信嗰個世界入邊咧係好和諧。因為尤其是喺香港咧就又或者我以前都係啦，好怨氣啦，好多 complain 啦，或者成日都話有好多困難嘅。咁但係點解我咁強調呢個 value 咧？係因為我自從即係讀咗呢啲 value 之後咧，我覺得我生活真係有啲轉變，即係我自己諗法。譬如話欣賞上面，我識得欣賞人，我讚多啲人，人哋其實好雙向噶嘛。或者包容或者尊重。喺做嘅過程，當我真係發自內心去做嘅時候咧，譬如我包容一位，可能我以前會成日鬧一個人嘅，咁但係我選擇咗尊重或者包容嘅時候咧，我自己都會開心啲喎。或者好多嘢根本唔需要發生，譬如話，因為有好多痛苦或者好多困難咧，有時唔係件事製造出嚟嘅，係你自己製造，人製造出嚟嘅。可能我睇一件事覺得啊好煩好痛苦。咁但係如果我可以將啱啱講嗰啲，可能我包容多啲，可能我同人有拗撬，尊重多啲，我欣賞多啲，咁變相件事得翻啲咩啊？就係得翻一啲好舒服，大家相處得好開心嘅一啲模式啊。咁有啲咩困難，即係真係就算有咩困難，我相信呢啲咁 natural 嘅感覺咧，我相信係好容易將佢解決。所以我開始真係點解覺得越嚟越想喺呢一行發展嘅，因為我真係覺得呢種 value 俾我好舒服咯。但係你即係一開始就係講你想讀社工係因為你想試，咁但係你讀落咗之後，你係咪真係想做咧？因為讀同做係兩樣嘢嚟嘅喎。係啱啊！我答案係越讀越有衝勁啊！因為再對比翻身邊啲同學仔或者某啲見到唔少人咧，其實反而咧佢哋就越
讀咧，就有時越冇心機或者唔係咁想讀。咁慢慢揾下個原因，就可能真係可能佢哋即係我會發覺啊，原來其實呢啲同學某程度上佢哋真係有其他更大嘅興趣喎。咁最後入咗嚟讀社工啦，咁可能中間好多困難，咁個結論就係其實佢未必真係嗰個心或者好想好適合好想做社工，而係佢想發展喺其他地方。咁而點解我話我越讀越有衝勁咧？因為我覺得啊，我讀得越讀，我啲嘢就越想知多啲。越讀我就覺得啊，呢樣嘢我想做，嗰樣嘢我想知。咁呢啲感覺都係比較哇，我想 keep 住行落去嘅一啲動力㗎。即係你認為社工係可以滿足你嘅好奇心又或者求知慾咁樣？我暫時未揾到我點即係嗰個你話好奇心或者求知慾啦。咁我覺得唔係叫求知或者好奇心嘅。定係有熱誠咧？你對呢個社工呢一行？我未敢太快落定喎。我覺得你可以叫做一啲心靈上嘅滿足感先啦。咁但係源於啲乜嘢咧？即係源於幫人嗰種感覺啊，源於啲乜嘢咧？我都未話好有一個好具體嘢噏到俾你聽住。因為其實你嘅答案的確係幾意外，因為通常我聽人講都係啊細個有邊個幫過我啊，所以我想同佢哋一樣。但係你嗰一種，即係其實我都唔係好識得形容，即係我只可以用翻我頭先嗰兩個形容詞啊。咁的確係幾新鮮同幾特別。其實係幾得意嘅。我首先會用誤打誤撞呢個字去形容嘅。咁第二其實再講翻少少歷史咧，就係我點解揀呢科咧？其實我中四、中七揀科咯，唔知好似中四已經想話想讀社工。咁但係其中原因就係因為我覺得因為我外表嘅問題啦，咁我都係叫殘疾人士咁樣啦。咁其實我反而會覺得啊，一嚟我有興趣，二嚟我會覺得喺呢一個界別入邊，我可能會適合我多啲，或者當初可能你叫單純啲就可能冇咁多歧視，或者容易請啲嘅。咁但係去到讀咧，已經完全冇咗呢個概念，因為或者係嗰個動機帶我入嚟，但係我一嚟到我就揾到我想做社工嘅原因，唔係因為呢樣嘢，或者根本我唔需要呢樣嘢，係咯。其實你啱啱先都提到啦，你自己係一個殘疾人士咁樣啦。係。咁你之後，譬如話我真係做咗社工啦，我真係踏入咗呢個行業，因為社工其實咧分好多不同範疇嘅。咁你係咪真係想踏入翻去協助翻一啲即係同你一樣有殘障嘅人士啊？定係你去想喺其他範疇度發展？有諗過殘疾人士，但係我覺得應該唔係我最想做嘅嘢，因為譬如話點解有啲人可能我當有啲人係某一個類別嘅人，咁好容易去翻嗰個類別去幫翻佢個人。咁因為佢有好多身同感受嘅嘢，我覺得我經歷過啊點樣，但係因為我冇咁諗，因為雖然我話我叫做殘疾人士喺法律上係有咁 claim 啦，但係過程中我又唔係話好多呢啲經歷。一嚟我就變咗我可以俾到啲咩人咧？二嚟我好多時候都唔係好當自己係殘疾人士嘅，即係喺有望落去你真係唔似，真係唔幾似。咁變相咁就唔會有呢種動力我係咁嘅經歷，咁我好想去幫翻同樣經歷人，我就未有一啲感覺嘅。但係我其實都即係一路讀喺度，因為過程要揀一啲feel 啦，可能諗下自己想咩，有諗過嘅，但係我覺得擺住先咯，有機會就試咯，係啊。咁你即係你話你頭先有諗過，咁你而家最想做嘅係邊一個範疇？因為都應該將近去實習各樣都要選擇㗎嘛。我會希望做多啲冇咁主流嘅服務，即係我哋主流上係講一啲可能老人啊、青年啊、家庭啊。或者 rehab 咁樣，咁但係我想做多啲可能我哋即係叫弱勢多啲啦，例如入邊可能有一啲露宿者，例如一啲南亞裔人士，咁但係做冇話特別針對咩 feel 嘅，
亦都唔係話抗拒其他 field 嘅，但係如果真係有機會，我想做呢一類嘅服務咯。即係你比較少數人去接觸嘅嗰啲 fields，你就會想去係啊，睇多因為啲。我其實都有問自己點解會咁樣，因為我諗係可能想做多啲嘢，即係因為可能我覺得主流服務多資源多人手，咁但係我覺得不如我去做多啲少人做啲，甚至我有再夢想啲咁樣講，我係想可能做一啲社企或者做一啲自己開一啲服務出嚟，即係可能個 aggressive 啲咯，會叫做係你好有呢個 ambitious 呢個嗰個叫做係。咁你頭先話你想接觸南亞裔，想接觸露宿者，喺你讀社工嘅過程入邊，有冇一啲功課或者各樣真係有去接觸過佢哋？呢兩樣都有接觸過㗎。其實都係因為接觸咗就都不如其實佢哋都都幾受主流社會排斥嘅。咁我覺得我亦都中意同佢哋接觸啊嘛。係啊。咁你有冇即係生活嘅圈子入邊有冇啲朋友真係呢一類型嘅人士？咁又冇喎。不過南亞裔學校就前排識咗一個，咁就我哋學校有一位巴基斯坦嘅女仔讀 language 嘅，咁我幫同學做功課啦，咁因為我幫佢即係純粹translate 啲英文幫佢，咁其實都間接識咗佢。係。咁不過經驗上就咁你對佢感覺如何咧？你係咪真係同你想幫嗰一班嘅南亞嘅人士類似，定係唔係幾相同？其實差唔多，因為我唔係話特別對佢哋個分，因為我諗法，我其實冇咩帶咩期望或者冇帶啲咩印象去，因為我都係當一個普通一個人去認識嘅啫，只不過係講嘅語言唔同，咁變相落差唔多嘅，其實落差唔多。咁其實頭先都問咗英倫咁樣啦，不如就問翻阿騰啦。究竟而家其實你做翻即係做咗呢個大專院校都一段日子啊，咁你頭先聽完英倫嘅分享之後，有冇衝動去轉去其他 field 度，又再去突破下自己咁？其實一向都有嘅呢個衝動，都唔係衝動嚟嘅。其實我估頭先聽翻英倫講，因為我都識得英倫一段時間咧，其實都好少喺呢個題目度討論。但係佢個講話裡面咧，帶起我一個即係一個諗法，就係其實我喺度工作咧，令我有一個最開心嘅嘢咧，或者係令到我最工作上都有滿足嘅咧，就係可以繼續接觸一啲有理想或者更加幸福嗰樣嘢咧，嗰班嘅有理想嘅年輕人都係讀社工，即係未來嘅即係下一輩嘅。咁當然唔係話個個都真係咁有熱誠，呢個事實嚟嘅，即係尤其是喺呢個年代咧，即係始終都要講即係生活。咁亦都真係多咗一啲咧，就係冇諗過其實咩使命或者穩定工作為主。係啦，一個相對穩定嘅，所以你見到留意呢幾年咧，好多人去申請社會工作。係好多。呢個學科咁其實你可以，其實你第一樣諗啊，係咪我哋香港真係咁多社會問題，需要咁多社工啊？但係另一樣嘢就係都相對社工呢行嘅即係收入係較為穩定，呢個事實嚟。咁但係穩定之餘咧，若然啦，我哋呢行嘅即係人咧，唔係抱住一個熱心去工作，其實呢一個嘅所謂穩定好快用完，因為喺長遠嘅即係嘅升職或者喺嗰個薪金上面咧，社工遠遠都唔會及其他行業咁豐富。尤其是同商業去比較嘅。呢個絕對係咁，同埋咧就可以話工作量或者工作同你所收入唔係成正比。一個你有心嘅社工咧，你會付出咗好多，但係你嘅人工永遠都係彌補唔到。咁但係到翻若然你真係為咗打份工，你會好埋怨咯，或者你都可以 OK 嘅，即係話你會照做到可能6點鐘收工就收工，但係其實你會背後會因為始終我比較相信人都係有良心，你有良知就會同佢講，會好似
唔夠深喎，做得唔夠好喎，咁你自然嗰啲人都會即係離職。咁所以我哋呢行雖然都好多人入即係讀書，但係同一時間咧流失率都好高。咁講翻自己咧，其實我自己都真係好經歷咗咁多年嘅社會工作經驗。其實我自己好想咧就係即係做一個家庭嘅服務，因為由我去初接觸復康人士啦，去到中期去做戒毒啦，同埋由戒毒嗰個機構裏邊接觸到啲長者啦，嚟咗港專啦，港專中間我哋即係呢間大專院校啦，離開咗呢間大專院校，中間有一段時間又去咗另一個機構去服務小朋友啦，小學生啦、中學生啦。其實好大嘅體會咧，就係每一個人嘅即係成長嘅過程裏面，家庭真係佔咗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咁尤其是自己而家有家庭啦，咁你睇到個好奧妙一樣嘢咧，就係一個人嘅成長，你俾多嘅關懷，俾少嘅關懷，都會有唔同嘅效果。俾太多嘅關懷又唔得，俾太少又唔可以。究竟點樣先至叫做合乎即係叫中道咧？同埋點樣叫做可以幫一啲未來社會棟樑有健康嘅成長？即係我回應頭先英倫講話如果呢個世界好多都係社工，其實即係呢個世界就會好美好。咁我應該咁講，如果呢個世界如果多啲人可以有社工嗰套理念同價值觀，其實呢個世界會更美好。當然呢個係太烏托邦嘅思想，但係其實我覺得唔係冇可能嘅，即係唔係冇可能意思就係話我哋係需要我諗呢個都係我哋社工有一個共同嘅嘅堅持嘅價值觀咧，即係我哋對呢啲好堅持。即係我哋嘅諗法就係我哋今日做多啲，聽日做多啲，總會有一日呢度會即係呢個世界或者問題總會可以解決或者減輕咁樣。咁所以我希望唔係做一般真係準時返工放工有 case 就接 case 嘅家庭服務，我希望可以做多少少。咁至於可以做到幾多我都唔敢講，但係其實我即係我頭先阿英倫分享，亦都我有個好大嘅體會咧，就係其實我呢度互相激勵。其實可能好簡單，呢個即係純粹今日接受你嘅訪問。但係我已經頭先從英倫講嘅裏面，我又覺得係喎，我又會再記得翻，我要有一團火。你個初衷。我要有個團火繼續去幫一啲即係我哋即係做呢份工作，好希望去做嘅一啲人。即係頭先你都講啦，我哋有唔同範疇嘅可以做，但係其實我覺得唔同範疇裡面嘅同工啦，我咁形容。只要付出佢自己嘅心力嘅時候，其實我都係幫緊成個環境或者成個社會係更加好咯。呢個我覺得我哋即係我諗作為社工最核心嘅價值嘅。呢度我反而想問多少少，因為咧我自己就有少少認識，就係有啲社工係專譬如話寫分定為主啊，終日坐喺個 office 嗰啲啊，究竟呢啲係咪你哋想做嘅社工？因為有呢一範。絕對唔係啦，咁絕對。你點樣去睇呢一個範疇？之前我嚟港專即係呢間大專後，最主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後尾有工作咧，就係寫分定同埋就係負責籌錢嘅啫。咁嗰段時間其實好大嘅掙扎啊，因為我自己發覺我自己好似做緊一啲籌款活動，係籌緊自己嘅年薪，俾自己繼續去做籌款嘅活動，我感覺係唔係咁好受。但係當然你另一個角度嚟講係需要有呢啲咁嘅同事，因為香港對於一啲所謂非政府嘅機構支援係好細。咁就算你話有一啲譬如主要係社會福利署啦、公益金啦等等一啲大嘅贊助機構或者馬會，但係唔係好足以一啲機構即係發展服務或者係去維持現有服務，變相佢哋好多時候咧都需要去籌款。咁呢個都好無奈嘅，因為即係香港咁多間社會服務機構啦，我覺得大家都最容易接觸嘅就係每個星期六、星期三就賣旗籌款，其實已經開始好麻木啊！究竟俾嗰2蚊、10蚊或者甚至乎有啲都會有俾100蚊嘅，咁但係其實落咗去邊呢間咩機構其實唔認識。咁所以籌款有2個功能嘅，第一個其實係實體啲，就幫機構去揾一啲嘅運作嘅基金；第二咧其實係一種宣傳作用。
咁但係真係同一時間咧，太多亦都有啲渾水摸魚嘅機構，係啊係係，唔知做乜嘢嘅就出現咗。係咁呢個都係一個社會現象。咁但係你喺個角度睇啦，正面啲睇呢啲同事係需要喺度咧。我覺得另一個使命真係去宣揚個服務嘅理念俾其他人知，而嗰個回報咧就係希望社會人士認識咗呢個機構嘅時候，就多啲去即係用行動，透過金錢去支持呢啲機構。不過就可能頭先你聽落，我同英倫嘅性格上就真係唔係呢一類嘅人，所以我就喺度問，即係問翻係咪首先係咪有呢一類嘅社工啦？第二樣嘢係咪兩位都唔係咁想？所以反而我生活嘅圈子裏面咧，好多嘅社工咧，反而因為你知除咗社有專職社分齡嘅社工之外，另一類咧就係你年資耐咗，你升職就做管理層嗰啲，亦都唔會掂前線工作。我反而認識好多咧，就係唔想升職，就希望繼續做前線工作。譬如我就係知道有啲係儲喺社會福利處，中日就係社分定為主啊，或者係各樣其中一類啦，係咯。咁其實最後一樣嘢就係我想每人都送翻一句 Golden Words 啦，即係你哋人生入面嘅金句俾各位嘅聽眾。兩位邊位講先？突然間諗咧，係咪有啲困難咧？不過我自己都即係類似自己嘅價值觀同座右銘啦。咁我嘅其實我成日就係用一個我自己心裏面就係咁諗，希望做一樣嘢未必係一句句子可能我哋就，但我就希望做一樣嘢咧，就係真係對得住即係老土啲講句天地良心之餘，亦都係可以去幫到可能有需要嘅人，或者係幫到自己。我覺得做社工係一個過程嚟嘅，唔係淨係去幫緊一個人。其實我自己覺得咧，雖然我頭先講過話，我哋回報咧，除咗人工之外，就係我哋幫到服務使用者，佢哋真係有一個回應嘅時候嗰種滿足感。另一樣嘢咧，就係你發現到自己都不斷咁成長。咁呢樣嘢咧，可能喺我呢啲叫做10幾年嘅工作經驗嘅人嚟講，比較受用啲。因為其實開始就叫進入另外一個階段，又攰攰地，又可能儲咗好多即係工作上嘅怨氣，開始懷疑自己係咪繼續有工作，但係又繼續喺度做緊，又好似翻唔到轉頭嗰種感覺，好強烈。咁但係我自己繼續去經歷嘅時候咧，我發覺原來我不斷去透過摸索自己嘅成長，同埋我堅持自己去希望可以做得更即係走得更遠。先英文咧話走得更遠，可以學到幫到更多人。我哋我自己有個夢想，希望就係真係有個更加好嘅一個世界。咁所以呢個都係繼續喺烏托邦嘅思想，繼續去幫自己帶動自己咯。咁我如果再歸納少少，我第一諗起就係即係永不放棄咯。呢個我都覺得係我自己想要。咁英倫咧，你有冇啲咩諗法或者金句送俾各位嘅？我覺得做人一定要有態度。咁呢樣嘢我細細個已經有，但係我去到好後期我先至揾到呢個叫態度。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即係有呢樣嘢咧，其實我做好多嘢都會舒服啲啦，或者順暢啲。因為我認真對待好多嘢，有態度。可能我讀書上我好有態度，我處理一啲事同相處好有態度。咁樣中間過程，你其實付出咗自己最真正最有，即係冇偷懶或者點樣咧？咁變相你唔會話好辛苦，或者你會舒服好多，亦都對其他人好啲咯。因為我對你有態度，可能我好簡單，我對呢個訪問好有態度，我好認真去講我想講嘅嘢，我對我做社工好有態度。咁中間可能態度好空泛，但係中間包含住係你點樣。用咩心態去對一件事？咁當然啦，要每件事都好有態度嘅時候咧，一定好難。甚至我都知自己有啲位係冇啊。咁但係我覺得你要記住自己，可能呢一句嘢如果你做到，我相信會令到自己舒服好多。係。多謝晒兩位嘅分享啦，今日就到呢度啦，多謝各位，再見，拜拜。